伫咱台湾，这大甲妈祖白沙屯妈的进香活动真出名。伫宜兰也有在地妈祖故事，就有学者研究讲，这宜兰当地妈祖信仰历史，也发现讲宜兰的妈祖影响着1989年以后的两化关系。就算讲是平常时，香客也是同款袂少。徛伫江边守护宜兰南方澳这个渔村的南天宫，即阵出名的是200公斤的金妈祖，加5000公斤的玉妈祖。不过南天宫头摆通人知，爱讲对1987年古尊位美洲走私来台湾的妈祖神像，伫南方澳互海关发现，差一点仔报销，是南方澳地方里面甲妈祖抢救留落来。本来这条船是应要在头城的大溪渔港要进港，那因为大风浪的关系啊，所以就被风浪把它逼到我们南方澳这边来，南方澳进港。那等于是跟我们南天宫啊有这个缘分。1989年，南方澳的渔民也是护送妈祖到美洲，创下战后两岸直航的头一个，嘛促成刷落来两岸道道啊开放。所以那时候地方上都很积极。啊，当时要出来时啊，大家嘛安尼感觉讲啊真兴奋呐，所以当时地方上发动了500艘渔船。这件代志轰动全台湾，各地头拢来南天宫参拜美洲来的妈祖。研究妈祖文化的谢瑞良，去年嘛出一本《宜兰县妈祖信仰研究》的册。今年1月伫宜兰市礁影宫举办座谈会，配合县政府办的南洋妈祖文化节。希望让大家认捌宜兰妈祖文化。我是感觉咱后壁吼，会使去思考讲，要安怎将咱官方跟咱这个民间的宫庙，要安怎去来做合作啊？各司其职哦。我感觉安尼可能这个活动会使办得加好，加有光彩。因为安尼，去年底聚会咧审预算的时，甲妈祖文化节1000万的预算抬到剩450万。不过选举了后，议员大洗牌，县府嘛按算要争取追加预算。今年到底要安怎办，也无定案。宜兰县长林祖妙去年底对此受访表示，妈祖家己会想办法。可能就亲像30多年前，湄洲妈祖选择来到南天宫同款，一切拢有伊上好的安排。记者林思豪、谢桂林，宜兰报道。